团算。哇，总算可以脱下口罩了。戴口罩真的好闷哦。对啊，不过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出门拢爱把嘴暗挂好哦。为什么我们要戴口罩啊？因为嘴暗会当保护咱家己啊。可是戴口罩真的好闷哦。乐乐，无阿好姐姐来讲一个台湾原住民排原族的故事。听讲哦，有一种为仙界来泉水，叫做仙女泉，伊嘛有保护人的功效哦。咱赶紧来听故事。阿母，迄只是啥？这是百步啊，百步蛇，是咱排湾族的神。你若是看到因，千万唔通甲因伤害，因是袂主动甲人家的。好，那呢？迄只咧？这是凤凰，凤凰，你看是毋是足水的啊？对啊。那呢？伊会伫倒位出现啊？阿母嘛毋捌看过。啊，搁有这啦，这是乌鸦。阿母，等我一下哦。阿母来，啉药啊。多谢布鲁。阿母，布鲁，你爱注意家己的身体，千万唔通破病啊！阿母，我知。我捌听长老讲过，有一种泉水叫做仙女泉，会当治疗身躯所有的病痛。也毋过，爱去到祝福的所在，才会当摕到。我是要安怎才会当摕到仙女泉咧？阿母有讲过，世间万物拢是心灵。好，日头公，你若是听到我的愿望，请你甲我讲，要安怎才会当去到仙女泉，互阿母的病好起来。阿嬷嘛有讲过，若是看到乌鸦，就代表无好的代志要发生啊！啊，哪有一只乌鸦落落来？我敢爱去救伊？也毋过，伊嘛是一个珍贵的性命，我看我还是帮伊处理一下好啊。少年嘞，头拄只敢是你救到一只乌鸦？对啊。哎呦，别人看到乌鸦拢直接走去，干那你甲伊斗相共，你真正是一个善良的囡仔。哎呀，毋过伊太看起来安尼油头甲面。哦，是安尼啦，因为吼，阮阿母破病啊，所有的医生拢无办法，我就在想。是要安怎才会当摕到仙女泉？仙女泉，迄是有爱心、有勇气、有智慧的勇士才会当摕到呢。啊无，敢讲你知影要安怎找到仙女泉？嘿啊，我知，但是你爱先回答我3个问题。好。第一个问题，什么鸟啊规身躯乌麻麻，佮会发出啊啊的声音？我知影，就是乌鸦。无唔对。第二个问题，什么鸟啊规身躯红记记，看到伊就代表有好代志要发生咯。好代志。红红。哦，叮咚叮。第三个问题，什么动物身躯有足侪蓝鳞片，无脚是排湾族的神？这个上简单。就是百步啊，百步蛇。哦，你实在吼是足巧的，那善良，又有智慧。我就甲你讲，要安怎去摕仙女泉？去仙女泉的路并无简单，因为遐有一尾双头泉咧看顾，你爱想办法控制因，才会当摕到泉水。但是，唯一会当控制因的方法，就是找到一位由凤凰变成的凤姑娘，伊会带你去含日头公照金锁，安尼你就会当甲因控制起来。一趁一时，你就会当摕到泉水啊！
原来是安尼。但是一切修行拢会付出你料想袂到的代价。安尼，你敢愿意？我愿意，只要会当互阿母的病好起来。唉，你真正是一个善良的囡仔。我相信日头公会愿意记你一面的。风啊，这个囡仔就交予你啊！既然你通过乌阿金的考验，应该是无问题啊。你是鸟啊？什么鸟啊？无礼貌！我是凤凰，就是迄个连阿母嘛无看过的凤凰。这是一个秘密咯。你好，你会使叫我凤。你好，我是布鲁。无时间啊，咱赶紧来去找日头阿姐。好，阮就是 hero， 做伙去探路。行。心灵的安排，咱来牺牲为着爱，保庇一代过一代，健康平安的新世界。边仔拢是云的，就想要摸一个。细子，若无聊好条，等你去风吹去。来，是。我会注意。你看，头前遐就是日头阿姐的王宫，等者入去的时阵要有礼貌哦。好。日头阿姐，阮来啊。凤啊，人你拢带来啊？你就是对我下冤的母女。是，日头公，请你救阮阿母一命。我嘛足想要救恁阿母。也毋过，每一个人的命运拢是注定好势，我袂当话改就改。日头公，我伫这个世间上唯一的亲人就剩阿母尔，我袂当失去伊啊！日头阿姐，不如伊是心心心意要来甲你拜托，你甲伊斗3工啦。好啦，既然风拢替你求情啊，我这个金锁，干那会当借你一摆。你摕到仙女蛇了后，爱马上还我。我知影，日头公。我是火蛇，会使沁出小海海花样。我是水蛇，会当抓出热滚滚的烧水。阮是假的，生生世世守护这仙女蛇。任何的人类拢袂当挖紧，因为这就是心灵的仙女蛇。若是我紧，就会互恁知影，阮小海海花样。热滚滚的滚水，会厉害！阿姐，我敢若听到有人行过来的声音呢。哦，哎，又搁是唔知影好歹的人类。恁好，我是布鲁，希望恁会当予我一杯仙女泉的泉水。这毋是为着我家己哦，是因为我破病阿母。凭什么你讲袂？阮就爱予你，这是心灵的财产哦。就是讲啊，不如莫甲因讲遮济。风，我想要用我家己的方式得到因的谅解。我知影这是真珍贵的物件，也毋过我干那需要一寡，就会当互我的阿母活落来。我讲袂用一就是袂用一，恁甲安尼，阮就对你无客气。这是日头公的金锁。就是讲啊，你有金锁，是安那无直接摕出来对付阮？因为阮阿母讲，世间万物拢是心灵，只要阮无甲因伤害，就袂有代志。我真正无想要害恁受伤。阿姊，这个囡仔有够善良的，若一点仔拢袂惊，佮这么诚心诚意甲阮求呢。而且伊嘛有日头公的金锁。既然安尼，即摆就特别互伊一寡泉水好啊！
风，咱紧来转去找阿母。行。阿母，这位敢就是你的阿母？阿母，你紧精神啊！恁阿母看起来身体也阁足虚的，赶紧摕仙人抓互恁。好，阿母，来。阿母，你敢听到我的声音？布鲁，你是去倒位啊？阿母了主讲你胖唔去啊？阿母，仙人抓真正有效呢。布鲁，这位是？这位是风，加在有伊，我才会当顺利摕到仙女蛇。仙女蛇？这个世间真正有仙女蛇？安尼真好，大家都有救啊！也毋过，不如不要紧，也是咱搁去找日头阿叔，甲咱斗3工。好。阿母，你伫遮好好休困，我连暝就转来哦。恁的骹手真美哦，敢有成功救着恁老母？是，多谢日头公。安尼真好，就麻烦你甲金锁还我。日头公，金锁敢不过会使借我一段时间？我知影我反背一开始甲你的约定，也毋过伫阮的庄仔内，除了阿母以外，阁有真侪人咧破病，所以无路。敢讲每一个人破病，你拢爱去救伊？你若老啊换做你破病啊，你是要安怎？你敢有法度永远救破病的人？日头阿叔，你太通安尼讲话。赶紧甲金锁还我，我叫阿峰赶紧带你转去。日头公，我真正想要帮助大家，用啥物方法拢会使。袂使就是袂使。日头阿叔，我红，不管用啥物方法，嘛想要甲布鲁共款解救大家。我嘛毋是无办法啦，毋过恁真正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？阮愿意。戆囡仔，好啦。我甲恁变做一粒往来，这粒往来，甲红红共款美丽，嘛甲母乳共款有一粒温暖的心。只要甲伊食落，身体就会愈来愈勇健。我嘛会永远用我的日头光甲恁照顾。去。后来大家看到往来这款果子，感觉真好奇。想袂到吃落了后，竟然可以当补充营养，所以规庄头的人破病就愈来愈少啊！这拢是因为母乳加风的付出哦。哇，布鲁和凤真是太厉害了，居然为了村民的健康变成凤梨。那我也要为了保护大家，继续戴口罩。乐乐真赞！除了挂嘴暗以外，大家嘛要定定洗手，较少去人济的所在。若准真正破病啊，就踮伫咧厝内，千万唔通黑白拍拍走哦，因为才会当保护别人，嘛保护家己。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生活过了真无方便，也毋过只要愿意付出一点仔关心，咱的世界一定会愈来愈好。我知道了，谢谢阿虎姐姐。接落来，我就和乐乐来教大家故事内底的台语词：口罩、喙暗、喙暗、喝、啉、啉、心愿、心愿、心愿、生病、破病、破病、凤梨、往来。往来。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咱紧来听今仔日故事内底好听的歌曲。得到心灵的安排，咱来牺牲为着爱，保庇一代过一代，健康平安的新世界。
得到圣灵的安排，咱来牺牲为着爱，保庇一代过一代，健康平安的新世界。有咱的 hero 伫世界，一摆 hero 换你来，故事内底的仙女泉，其实就是咱咧讲的温泉。咱咧洗温泉的时阵，身体会更较温暖，更较勇敢。其实咱全台湾有真侪所在拢有温泉哦，像北投、乌来、关仔岭，因的温泉拢真出名。大家有机会，麦当含厝内人做伙去洗温泉，互心情放轻松。